把刀抽反出嚟嗰陣，血仲係暖嘅，但應州嘅北風一過，佢塊鐵面甲上面嘅血漿就即刻結成咗一層薄薄嘅冰殼。朱厚照喘緊大氣，白霧由面甲縫隙噴出嚟，混埋沙場上面嘅塵土，變咗一團灰蒙蒙嘅煙。佢對腳陷入咗被血浸透嘅爛泥，重得好緊要，好似有隻鬼手喺下面扯住佢對軍靴，周圍全部係廝殺聲，韃達兵嘅呼喝同明軍鞭卒嘅粗口撞埋一齊，喊到聲都沙麻。佢冇退，反而將支刀柄揸得更實，把刀係酸苦鐵匠打嘅，柄上前嘅布條早就被手汗同血水搞到濕晒，凍住之後硬喬喬咁黐住佢對手掌，扯都扯唔甩。隔籬一個邊軍伍長睇到佢嗰個樣，以為佢係某個侯爺屋企送嚟鍍金的二世祖，大喊：喂，肅反後，呢度唔係你玩嘅地方。佢冇應，因為佢對眼透過面甲兩個細孔，只係死死盯住前面一個騎住棗紅馬、揸住狼牙棒衝過嚟嘅蒙古大漢。個蒙古兵身上披住厚厚嘅皮袍，辮仔上面綁住紅繩，塊面俾風沙割到乾裂，但雙眼睛亮到嚇人，明顯係個見過血的老手。朱厚照心跳得好快，快到自己都聽得見，但奇就奇在佢一啲都唔驚，甚至乎佢覺得呢種感覺好過去早朝聽楊廷和嗰班人讀奏摺100倍。個蒙古兵殺到埋身，狼牙棒帶住風掃過嚟，朱厚照側身一避，肩頭甲片比擦中，火花四濺，痛到佢牙台都咬實，但佢冇能。佢喺豹房練過，唔係練花拳繡腿，係真真正正同江彬手下嗰班邊軍漢子對劈。佢借住側身嘅勢，反手一刀撩上去，刀鋒由皮袍嘅縫隙入，切過鎖骨，直抵頸動脈。嗰一下阻力好大，大到佢手臂肌肉全部繃緊晒，好似斬入咗一截濕柴，然後血就噴出嚟，唔係一滴一滴，係一滂熱辣辣灑在佢塊面甲內側，濺到佢眼角。個蒙古兵喉嚨撈撈響咗兩聲，由馬背側跌落泥地，隻腳仲卡在馬架度，俾隻棗紅馬拖住跑咗幾丈遠，雪地上畫出幾道黑紅色嘅痕。朱厚照企喺度，把刀垂低，刀尖嘅血一滴一滴滲入山西嘅黃土。佢對眼望住自己隻手，鐵手套上面黏住咗頭髮同皮肉碎。隔籬嗰個伍長睇到眼突，成個人呆咗，半醒先至爆出一句：我雕，你係邊個型嘅？佢冇答，佢答唔到，佢唔能夠話俾你聽佢係大明嘅皇帝，年號正德。佢更加唔能夠話佢用呢個朱壽嘅名瞞住滿朝文武偷走出嚟，就為咗今日呢一刀。佢只覺得應州呢片天雖然刮住各面嘅北風，雖然周圍全部係屍體同燒焦味，但呢度嘅空氣吸落肺裏面，竟然比紫禁城乾清宮嘅龍涎香更加令佢清醒。你哋聽開歷史故事，成日覺得皇帝打仗無非係坐喺中軍帳揸住個令旗等將軍報戰功，但正德12年10月初，朱厚照根本就冇坐帳。佢着住邊軍制式嘅三文甲，穩在宣府，帶同調過嚟嘅鞭卒之中，連個歲字旗都唔打。佢身上嘅甲係前日夜晚自己一塊塊搽乾淨嘅，搽到鐵片反光，但打咗半日之後，已經俾血同泥塗到花晒。佢頭盔上面冇紅纓，冇任何標識，遠遠望落同任何一個想建功立業嘅年輕軍漢冇乜分別。唯一唔同嘅係，佢把刀係宣府總兵親自送嘅，刃口夾咗精鋼，重得要命。普通兵仔揮三兩下就手軟，但佢揮咗成個時辰，手筋暴起都唔肯停。講返應州個天，凍到滴水成冰。山西嘅10月，風沙大得可以吹起碎石，打喺鐵甲上面沙沙聲。韃靼小王子嘅騎兵由草原壓過嚟，馬蹄搭起嘅黃沙遮住半邊天，成千上萬人嘅衝鋒令到大地震盪。明軍係守城出擊，朱厚照堅持要隨前鋒營行動。江彬勸過，張永勸過，甚至錦衣衛都跪咗一地，但佢只係講一句：我今日係朱壽，邊軍總兵朱壽，唔係皇帝，邊軍點做我就點做。佢講呢句話嘅時候，塊面貼住冰涼嘅鐵甲，眼神好似豹房裏面嗰隻金錢豹，吃飽咗
都仲係 dangerous 嘅。你知唔知佢點解要咁癲？你哋以後聽人講爆房，以為淨係女人飲花酒，但佢癲嘅根源其實早係喺紫禁城就種落。佢老豆弘治皇帝死得早，留低個文官系統俾佢。楊廷和、劉建、謝遷呢班人，由佢15歲開始，就每日用聖賢書箍住佢，等佢做一個人形牌位。早朝要端正，奏對要得體，行路都要有個皇帝樣。佢係個活生生嘅人，20出頭，血氣方剛，但佢嘅世界就只得乾清宮到文華殿咁大。直到有一日，佢喺西苑見到捷豹，捷豹喺壟度行嚟行去，眼裏面嗰種對曠野嘅渴望一下子擊中咗佢。佢突然覺得自己同嗰隻豹有乜嘢分別，所以佢起豹房唔係為咗女人，係為咗建立一個屬於自己嘅野性地盤。佢喺裏面養鷹、養老虎、養豹，每日對住嗰班畜生，佢先至覺得自己仲係個活物，而唔係禮部典儀司安排嘅一具木偶。但係養豹都唔夠，野獸困喺籠，皇帝困喺宮，本質一樣。佢要出去，要聞到真正嘅血腥，要感受到刀銜入肉之後對手條命由印口流失嘅實感。所以正德12年8月，佢趁住文官集團放鬆警惕，帶住江彬幾個心腹，連夜由昌平偷走出居庸關，一路換馬不換人，趕到宣府。喺嗰度，佢唔住總兵府，佢住軍營，食大鑊飯，聽邊軍講粗口，賭錢飲酒。有個老兵輸咗俾佢，仲鬧佢：朱秀，你個仆街，出千啦！佢聽完好開心，開心到成晚瞓唔着，因為10幾年來第一次有人咁鬧佢，而唔係跪喺地下喊萬歲。講返應州個戰場，斬殺咗個蒙古兵之後，朱厚照冇退後，反而跟住前鋒隊壓上去。佢嘅馬早就已經唔知去咗邊，可能俾流箭射死，可能俾人群沖散。佢就係靠對腳踩住死人同傷兵，一步一步向前。對面撻達兵發現呢，路明軍特別硬淨，有個披住鎖子甲嘅敵將吆喝着揮刀殺過嚟。朱厚照旁邊一個年輕邊軍擋唔住，俾人劈中面門，血同腦漿爆到成身。佢睇到眼都紅埋，唔知係憤怒定係殺紅咗眼。佢由個死屍手上搶過支長槍，同把刀左右開弓，長槍踢入馬腹，戰馬跪低。佢趁勢撲上去，膝頭壓住個敵將胸口，把刀由面頰下方插進去，嗰種觸感，鐵器割開喉骨，佢一生一世都唔會忘。佢甚至聞得到對方身上嘅羊味，聽到對方最後嗰幾下抽搐嘅呼吸。太陽偏西嗰陣，撻達兵終於退咗。應州城外嘅雪地白一片紅一片，凍僵嘅屍體姿勢扭曲，有人手指還勾住刀柄。朱厚照癱坐在一具翻側的拒馬後面，揭開面頰，露出一張20幾歲沾滿血污嘅臉。佢對眼望住遠方嘅狼煙，大口大口咁吸氣，吸到肺痛。江彬彬到佢嗰陣，成個人嚇得面青唇白，跪低話：萬歲爺，返去啦，求下你返去啦。朱厚照望住佢，突然笑咗，笑得沙啞，笑得眼眶都紅埋。佢指住自己把刀，刀上面崩咗幾個口。佢話：江彬，你睇下，我今日斬咗一個，唔係下令，係我自己揸刀斬咗一個。佢把聲好輕，但好堅定。佢唔係在炫耀武功，佢係在確認自己仲係一個人，一個可以流血、可以殺人、可以恐懼，但又可以克服恐懼嘅人，而唔係奉天殿上面嗰個被黃袍壓住嘅虛影。夜晚紮營，佢唔反中軍大將，佢同幾個邊軍擠住一個火堆，有人遞過一塊烤得焦黑嘅馍，有人遞過水囊，裏面裝住劣酒，佢接過就食，接過就飲，同班大老粗吹水，講邊鎮嘅女人，講家鄉嘅田。沒人知佢係皇帝，佢只覺得呢餐飯係佢登基以來食過最香嘅一餐。後來史官寫《武宗實錄》，將應州之戰寫得輕描淡寫，話斬首16級，話皇帝頗役臨陣，但係佢哋冇寫。當日黃昏，有個着住普通軍甲嘅後生坐喺死人堆中間，塊面俾火烤到暖反，眼裏面影住火光，好似一頭終於返到曠野嘅困獸。嗰個後生叫朱厚照，也叫朱壽。
佢哋更加唔會寫。佢返到爆房之後，成晚唔肯除嗰副有血腥味嘅甲，因為佢怕一除低，應州嘅風就會停，佢又會變反那個連行路都要跟規矩嘅皇帝。佢係癲嘅，但係佢嘅癲係因為大明容唔落一個想做將軍嘅天子。應州嗰一刀斬嘅唔單止係個蒙古兵，仲係斬向嗰個困住佢嘅黃金牢籠。只不過歷史係文官寫嘅，佢哋只會話佢荒淫，話佢怪誕，唔會話你知雪地上嗰度血痕曾經係一個皇帝最接近自由嘅證據。返到爆房嗰晚，佢一身甲醜未除，應州帶返嚟嘅血腥味先招嚟咗梁上嗰群海東青，唔係比喻，係真真正正喺爆房屋脊盤旋嘅猛禽，聞到人血嘅鐵鏽味，興奮到爪甲，賽德瓦片沙沙響。佢行過回廊，鐵靴踩住青磚，發出轟轟聲，跪咗一地嘅太監宮女，個個以為萬歲爺要沐浴更衣，跟住就幸邊個妃子，點知佢只係揮揮手，把聲沙啞到好似沙子打磨，帶路去府房。府房喺爆房最西北角，一推開嗰度包咗鐵皮嘅木門，迎面撲嚟嘅唔係花香，係一陣濃烈到令人窒息嘅野獸臊味。黑暗之中，兩盞牛油大燈籠照住一個深坑，坑底鋪住碎石同乾草，一隻吊睛白額大蟲正趴喺度。嗰隻虎係上年宣府總兵孝敬嘅，由塞外運咗成個月，到咗京城已經瘦咗一圈，但骨架子仍然大得嚇人，一條尾掃嚟掃去，拍中石壁啪啪聲。朱厚照行到坑邊，唔係居高臨下咁望，而係蹲低，近到可以聞到老虎噴氣嗰股腥熱。佢身上嗰副染血嘅三文甲未除，金屬味同野獸味混埋一齊，形成咗一種詭異嘅和諧。老虎對黃澄澄嘅眼珠盯住佢，喉嚨發出低沉嘅呼嚕聲，唔係親昵，係警告。朱厚照忽然笑咗，笑得面頰下面嘅傷口扯痛。佢覺得呢隻虎先係佢真正嘅同類，都係被困住嘅猛獸，只不過佢嘅籠大啲，叫紫禁城。你哋聽開嘅爆房，史官寫到就好似一間超大型嘅妓寨，話正德皇帝喺裏面日夜宣淫，醉生夢死。但我話俾你聽，呢個講法係楊廷和嗰班文官精心調製嘅迷藥。爆房起於正德2年，位置喺西苑太液池西南岸。公布起嗰陣，動用料價銀超過24萬兩，起出嚟嘅根本唔係單單一間尋歡作樂嘅屋，而係一片有寺廟、有軍營、有秀蘭、有教場嘅龐大建築群。佢哋話係儲幸神，但故意唔寫清楚。入面有新子供奉喇嘛，有勇士營住邊軍抽調翻嚟嘅精銳，仲有專門豢養猛獸嘅府城。爆房同英方，朱厚照由大內搬出嚟住喺度，係正德7年之後嘅事。佢唔係搬出嚟飲酒作樂，係搬出嚟避開乾清宮嗰班從早跪到晚嘅道德衛士，喺度建立自己嘅小型朝廷。第二日天未光，內官監已經備好咗生肉，唔係豬肉，係羊肉，而且係現宰，血仍未凍。朱厚照唔使太監代勞，自己揸住把銅鈎，勾住一大塊大骨羊腿，行到爆房嘅天井，嗰度有個用粗大鐵山圍住嘅深坑，養住一隻金錢豹，係江濱由塞外搜尋翻嚟。支豹一身銅錢斑紋，喺晨曦底下閃閃生光，肌肉線條隨住行路一收一放，充滿咗暴力嘅美感。朱厚照將肉由山頂縫隙垂落，豹子後腳一蹬，整個身軀彈起，前爪搭住鐵生，張口就咬。嗰一下衝擊力大到朱厚照手臂一沉，銅鈎幾乎脫手。豹牙咬碎羊骨嘅聲音清脆到令人牙軟。朱厚照卻唔驚，反而對住豹嗰對琥珀色嘅眼珠低聲講：食飽啲，遲啲同你練跑。旁邊嘅小太監聽到腳都軟埋，因為佢哋知皇帝講嘅練跑係指佢有時會展開放豹嘅圍牆，自己着輕甲同侍衛一齊追逐剪豹，無疑為獵。呢啲事乾清宮嗰班文官做夢都估唔到，佢哋嘅天子竟然同一個畜生講嘢。爆房後院有座英台，係為咗遼東女真人進貢嘅玉爪海冬青而起，嗰種英白爪百福，翼展近6尺，
可以生擒天鵝。朱厚照每日清晨親自擎鷹，手臂綁住厚皮護兔，將鷹擎高，然後放佢衝天而起。鷹想破空之聲，好似獵豹利爪撕破甲腹嗰陣，羽毛紛飛，血雨灑落。朱厚照企喺台下仰高頭，臉上被剪到幾滴溫熱，眼皮都唔眨。呢個時候，禮部尚書可能正喺東華門外候旨，準備講一番春耕大禮嘅道理。內閣大學士可能寫緊奏摺，勸皇帝遠離小人，但佢哋唔知，佢哋嘅天子正喺度學習一種更加原始嘅權力，直接控制生命嘅生死。海東青飛出去再返嚟，爪上帶住獵物體溫。朱厚照由鷹足解下獵物嗰陣，手指會微微顫抖，唔係驚，係一種近乎病態嘅興奮。佢覺得呢個先係皇帝應該有嘅樣子，唔係跪喺奉天殿聽人讀佢根本唔想聽嘅八股奏章。包房最機密嘅部分係內校場，表面話係俾皇帝騎射，實際係朱厚照嘅私人軍校。佢由宣府、大同、遼東抽調精銳邊軍，編為外四家軍，又揀選錦衣衛中體格健壯嘅後生，組成勇士營。每日黃昏，校場上面塵土飛揚，江彬、許泰呢班武人着住從蒙古人身上剝翻嚟嘅皮袍扮敵軍。朱厚照自己則畫着將軍甲，或肩翠換上游牧民族裝束。揸真刀雖然去咗風，同班敵人對砍，佢哋用嘅係實戰陣型，有包抄，有揸敗，有突襲。一次演練之中，一個扮蒙古兵嘅邊軍卒仔殺得興起，一刀背抽中朱厚照大腿，痛到佢單膝跪地。周圍侍衛哇一聲拔刀要斬嗰個卒仔，朱厚照卻喝止，好刀法，賞銀10兩。嗰個卒仔嚇得面無人色，但朱厚照真係俾咗賞銀，第二日仲升咗佢做小旗。呢啲事傳到文官耳中，佢哋唔會寫皇帝愛武，佢哋只會寫日率群小，持騎意獵，將一場嚴肅嘅軍事訓練扭曲成縣子弟嘅胡鬧。最能夠講清楚炮房本質嘅係正德8年嗰次老虎脫鏈嗰日，宣府又運嚟一隻格外巨大嘅斑蘭猛虎，係專門跑嚟配種嘅。點知喺入籠嗰時，只大蟲掙脫咗束縛，撞開半掩嘅鐵門，竄入咗回廊。當日輪值嘅侍衛有10幾個，見到隻老虎撲出嚟，有嘅嚇得攤軟，有嘅掉頭就跑，甚至有個千種慌到跌入咗荷花池。混亂之中，老虎撲到咗一個小太監，爪揸住佢條腿，張口就咬。就喺呢個時候，朱厚照由偏殿衝出，手上冇長兵器，只係執住條用來宣門嘅碗口粗木槓。佢冇退，反而迎着老虎衝過去，一聲暴喝，木槓由上而下猛劈老虎額頂。老虎吃痛，放開小太監，轉頭就撲朱厚照。朱厚照側身閃開，竟然伸出左手抓住咗老虎後頸嘅皮嗰個動作，同佢喺應州戰場上拎住個蒙古兵甲冇乜分別。右手木槓死死壓住虎頭，將嗰幾百斤嘅猛獸頂在狼柱之上。老虎四爪亂刨，青磚地俾刮出幾道白痕，但朱厚照兩臂青筋盡現，硬係撐住咗10幾式，直到江彬帶人張好網射出煙箭。嗰個小太監俾救反，但嚇到精神錯亂，第二日就調去換衣局。而朱厚照返到偏殿洗手嗰陣，發現左手背俾虎爪擦過，3道血痕腫起。佢望住鏡中嘅自己，忽然對江彬講：你睇，朕連虎都按得住，點解按唔住楊廷和嗰班人？呢句話就係爆房全部秘密嘅鑰匙。文官集團怕嘅唔係皇帝玩女人，歷史上哪個皇帝唔玩？佢哋怕嘅係皇帝玩刀、玩兵、玩猛獸，怕嘅係皇帝建立起一支完全效忠於個人、繞過文官系統嘅私人武力。包房每多一隻豹，文官就覺得多一分威脅；包房每多一場演練，內閣就覺得龍椅離佢哋遠一寸。所以楊廷和主筆嘅史書必須將豹房定性為淫窟，將外四家軍定性為群小，將朱厚照嘅所有武事定性為荒誕，因為唯有咁樣先可以掩蓋一個事實：朱厚照係想用豹房做基地，
重建大明皇帝嘅親軍體系，將洪武、永樂年代那種天子親征嘅尚武精神，由文官筆下嘅故紙堆度搶返出嚟。夜深，炮房嘅獸口漸次平息，朱厚照坐在一張簡陋嘅胡床上，佢故意唔用龍榻，身上嘅傷口隱隱作痛，應州嘅刀傷同今日嘅虎爪痕疊埋一齊。佢望向東南方，越過重重宮牆，就係乾清宮，嗰度燈火通明，因為禮部可能正係為緊明早日講做準備。一疊一疊嘅奏摺寫滿咗仁義道德。佢嘅鼻子聞到豹房嘅餿味，聽到鷹嗓喺黑暗中偶爾嘅振翅聲，佢知道只要佢留喺呢度，佢就仍然係朱秀，係個將軍，係個獵人。但係乾清宮永遠係個召喚，一個由祖宗法度、孔孟之道、文官集團編織成嘅巨大召喚。佢伸手摸住斧頭嗰隻被馴服咗嘅豹，喺籠底發出均勻嘅呼吸。佢低聲講：你係籠中獸，朕又何嘗唔係？但佢唔認命。豹房嘅鐵山可以困住猛獸，但困唔住一個想做將軍嘅天子。只不過佢哋嘅對抗就快要用一種最激烈嘅方式爆發。乾清宮嗰個代表咗大明正統嘅權力聖殿，將會有一把火燒穿整個夜空。正月16嘅3更天，北京城西北角忽然亮咗一片，紅到好似天邊裂咗道傷口。乾清宮西暖角嗰邊，最初只係有陣淡淡嘅焦糊味飄出嚟。守夜嘅小太監阿福俾冷風凍到鼻塞，仲以為係炭盤燒黃咗，行過去想撥一撥灰，點知一推開門，一股熱浪迎面撲埋嚟。西牆邊嗰架紫檀木雕花炕屏，早就被炕幾上打翻咗嘅鎏金燭台燒着咗，火蛇沿住帳幔竄上天花，舔到嗰幅敬天勤民嘅匾額。阿福嚇得手上一盆洗臉水，臉盤跌落地下，瓷盤碎裂聲未停，火頭已經遇水炸開，油星四濺，將隔籬嗰排存放燈節煙花嘅木箱一下子點着。乾清宮係楠木做梁，松枝做釉，最惹火。北風一捲，火舌由西暖角撲出廊檐，沿住斗拱同和諧彩畫一路狂逝。宮內同江泉嘅水，寒冬臘月早就結成咗厚冰。太監們慌失失攔起銅勺作冰，作到火星四濺，拎去潑時，火已經竄上正殿重掩。黃琉璃馬在高溫底下發出細微嘅爆裂聲。屋脊上嗰排行龍鎏金開始融化，一滴一滴嘅金水順着瓦當流落嚟，喺雪地上燙出一個個黑色小洞。工人由東西兩側嘅日貞門、月華門奔逃，群書拖住雪地，有人跌倒，有人遺失咗鞋，慘叫聲同橫梁倒塌嘅轟隆聲混成一片。遠處嘅景山望落去，紫禁城西北角好似俾人放入咗一隻巨大嘅紅爐。朱厚照喺豹房俾人叫醒嗰陣，外衫都未着齊，佢一腳踢開替佢披頭嘅宮女，抓起件羊皮短襖就衝出廳門，踩住結冰嘅石徑往乾清宮方向狂奔。佢身後嘅江彬同10幾個貼身侍衛要追，佢跑得比馬還快，穿過西苑嘅長街，冷風割面，但越近乾清宮，空氣越熱，到最後好似走入咗一隻蒸籠。佢衝到月華門外，單壁下面已經跪滿咗救火嘅太監同錦衣衛，見皇帝親臨，哇一聲跪低一大片。領班嘅乾清宮監跪住爬過嚟，扯住佢個袍角喊：萬歲爺 ，Dangerous， 正殿頂要塌啦！朱厚照一把推開佢，抬眼望上去，佢對眼裏面影住一片瘋狂跳動嘅金紅。乾清宮呢座由永樂皇帝起好，歷經洪熙、宣德、正統、成化、弘治到大明，每一代天子所謂嘅正寢，此刻正被一條巨大無比嘅火龍纏住。楠木巨柱由內部向外燃燒，發出沉鬱嘅爆裂聲，好似一頭年老嘅巨獸臨死前嘅哀鳴。火舌由破頂噴出，捲住夜空，將周圍嘅雲都烤成暗紅色。佢站得好近，近到面上嘅絨毛都俾熱浪灼到捲曲，近到聞到自己件羊皮襖邊緣開始發焦。侍衛撲上嚟想拖佢後撤，佢反手一爪撞開，嗰個侍衛俾撞中肋部，痛到彎低腰，
朱厚照就咁企喺度，對眼瞪大到裂開，嘴角忽然向上扯出一個令全場人毛骨悚然嘅笑容。佢笑出聲，起初係低低嘅，跟住越笑越大聲，笑得喺火聲同崩塌聲之中都清晰可聞。佢一邊笑，一邊用手指住燃燒中嘅乾清宮，嗰隻手喺火光之中抖，但唔係因為驚，係因為一種壓抑咗10幾年嘅狂喜終於找到出口。佢大聲講，聲音沙啞到好似喉頭被煙熏過，燒得好，燒得好喇，燒光佢，邊個都唔敢出聲，因為佢哋嘅天子對住早苗正寢嘅毀滅，竟然好似喺度睇戲咁開心。但朱厚照個腦裏面閃翻起嘅唔係眼前呢片火海，而係10幾年前文華殿內陰沉沉嘅冬日。佢記得自己係太子嗰陣，年至11、12歲，每日壬時就要起身。紫禁城嘅冬天，黑到伸手唔見五指，貼身太監用凍到僵硬嘅手指幫佢着好滾龍袍，推佢入文華殿。殿內燒住炭盤，但熱量根本攀唔上高大嘅梁架，空氣冷到可以睇見自己呼出嚟嘅白氣。港官楊廷和、劉忠等人穿住厚咗臃腫嘅官服，企喺御案前面，背脊挺直，好似幾塊凍僵嘅門板。桌上攤住常書無日。楊廷和嗰把聲冇任何高低起伏，一字一句好似木魚咁敲入佢個耳仔。其在高中時舊勞於外，冀小人。佢嗰陣正係坐唔定嘅年紀，聽到窗外有雀仔聲，眼珠斜咗斜，楊廷和即刻停聲，執起塊楔硯台，重重拍喺案上，墨汁濺出，染黑咗佢抄到一半嘅貞觀政要。楊廷和冇鬧佢，只係冷冷咁講：太子，祖宗天下繫於一人，太子唔讀書，天下何所望？佢當時唔敢駁嘴，但心裏好不服氣。窗外明明有陽光，有風聲，有錦衣衛操練嗰邊傳來嘅馬蹄聲。佢係個活生生嘅人，點解一定要困喺呢間死氣沉沉嘅大殿，聽呢班老鬼講幾百年前死人嘅說話？佢更記得14歲嗰年，老豆弘治皇帝罕有咁召佢入乾清宮東暖閣，佢以為有乜嘢賞賜，或者可以同阿爹講兩句閒話，點知弘治皇帝只係將一本手抄嘅遞監圖說推到佢面前，塊面瘦到兩下凹陷，眼窩下面掛着深黑嘅眼圈，話：趙兒為君者，當以堯舜為法，親賢臣，遠聲色，無雜無事，以亂方寸。太祖、成祖馬上得天下，但守天下在德不在險。你日後登基要似為父咁，每日早朝，不可墮台。弘治講呢番話嗰陣，乾清宮東暖閣嘅窗關到實，只有一線光由西窗透入，照見空氣中浮動嘅微塵。佢望住老豆，忽然覺得阿爹好似一隻被線吊住嘅紙猴，看似飛得高，其實半點自由都冇。而嗰條線就係楊廷和嗰班文官手上揸住嘅祖宗成法。火勢去到最猛烈嗰陣，乾清宮正殿嘅松硯終於承受唔住，主梁發出一聲好似悶雷咁嘅斷裂聲，跟住成個頂向西側傾斜塌落，千萬片燒紅咗嘅琉璃馬同着咗火嘅藍木牆渾然砸入殿內，濺起幾丈高嘅火星。熱浪以肉眼可見嘅姿態向四周撲開，月華門外嘅太監比衝得東倒西歪，朱厚照都退咗半步，但佢仍然唔肯走。佢對眼直勾勾咁盯住火牆，仿佛想透過嗰片毀滅性嘅紅睇清楚呢座宮殿嘅骨子裏究竟係乜嘢。佢知道乾清宮唔係普通嘅屋，佢係大明權力嘅圖騰，係文官集團日夜膜拜嘅聖地。每一道門檻都代表着一種規訓，每一根南柱都刻住天子當如是嘅詛咒。佢喺度出生長大，卻從來沒有覺得呢度係屋企。佢係太子嗰陣，行路要快2步，都有人跪喊太子當穩重。佢登基之後，想穿件窄袖戎裝，都被禮部尚書勸咗。佢連食飯都要跟住會典嘅規矩，先食乜，後食乜，冷熱搭配都有定例。呢座金碧輝煌嘅牢籠，用仁義道德做鎖，用經史子集做鏈，
將一個好端端嘅人捆成咗廟裏面嘅泥塑木雕。而家火神將呢一切燒到噼啪作響，佢笑係因為佢覺得嗰班祖宗嘅幽靈終於被火舌舔到尖叫，佢笑係因為楊廷和嗰班人奉為神聖不可侵犯嘅天子正寢，原來都係會塌、會爛、會化成灰嘅。佢甚至有一種扭曲嘅痛快，你哋要我住喺乾清宮，做你們心目中嘅聖君？好啊，但家下乾清宮冇咗，你哋仲憑乜嘢捆住我？萬歲爺，求下你退後啦！江彬終於趕到，撲通一聲跪喺佢腳邊，額頭抵住冰冷嘅石磚。朱厚照低下頭，望住自己嘅心腹愛將，又望住身後數百個驚魂未定嘅工人，佢收斂咗笑容，但眼神裏依然有餘燼。佢下令傳旨救火之人以性命為先，唔好衝入正殿死。至於乾清宮，佢頓咗頓，火光照得佢半塊面亮，半塊面暗，由佢燒，由佢燒，三個字輕到好似吹熄一支蠟燭。大火燒足一日一夜，到第二日黃昏，雪先至將餘燼澆熄。佢哋喺瓦礫堆中找到幾具燒成焦炭嘅屍體，係嗰啲忠於職守想衝入去搶救御座嘅太監。朱厚照聽到稟報，面無表情，只係揮揮手話厚葬。跟住禮部尚書同內閣大學士聯函上疏，話乾清宮雖然焚毀，但天子不可久居別院，請皇上暫移仁壽宮或啟祥宮，待擇吉重建乾清宮，再行還價。朱厚照將折指擲喺地上，只回咗一句：浸住包房。此後直到佢駕崩，再未踏足過任何一座重建後嘅乾清宮。佢寧可在包房聞住老虎嘅臭味，聽住鷹嗓嘅異類，都唔肯翻去嗰座由新起好嘅更加金碧輝煌嘅正殿，因為佢知道，只要佢一翻去，楊廷和嗰班人就會好似水銀瀉地咁重新包圍佢，將敬天勤民嘅匾額再次掛喺佢頭頂，將佢變返那個行路都唔准快兩步嘅泥塑天子。火滅之後第7日，朱厚照獨自一人，着住便服，踩住尚未清理完嘅灰燼，行入乾清宮嘅廢墟。佢踢開一塊燒到發黑嘅楠木，由碎瓦之中撿起半片焦黑嘅窗子，嗰個位置正正係當年東暖國弘治皇帝教佢守天下在得不在險嗰個窗口。佢黏住塊招紙，湊近鼻端聞咗聞，只餘下一股刺鼻嘅燒煙火藥味，同楠木燒成炭後嘅苦澀。佢將筷子儲入懷中，轉身行返包房。當夜，佢對住包房天井中嗰盤燃燒嘅炭火，將塊招紙一點一點撕碎，丟入火盆，睇住佢變成更細嘅灰，然後被夜風吹散。佢低聲講咗句，好似對住空氣，又好似對住10幾年前的自己：燒光啦，我終於唔使翻去啦。兵部衙門嗰個老書吏手上面捧住道火漆，急奏衝入大堂嗰陣，腳板底打滑，差啲仆親。佢將嗰卷皇陵封套捧到兵部侍郎李才面前，把聲震到好似彈棉花：大人有份邊報，署名好怪。李珠皺住眉揭開，入面幾行潦草但勁度十足嘅字，第一句就令佢血壓飆升：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為提請調撥糧料事朱壽，李將本朝1、2品武將嘅名喺腦裏過咗一次，由開國功臣到宣德年間嘅宿將，甚至永樂朝嘅靖難舊部都冇呢個名。宣府總兵姓朱，唔係；大同巡撫叫朱壽，更加唔係。李追第一反應係拍案，邊個刁民冒名想詐軍糧，想癲咗啊！但怪事陸續有嚟，封套上嗰個火漆印記，查實係宣府鎮總兵衙門發出，而嗰手字龍飛鳳舞，撇捺之間有種說不出的霸道。李將越看越心驚，佢喺大內見過御批，皇帝用筆雖然少用，但格局同呢個朱壽有幾分相似。呢個念頭一起，佢背脊骨即刻涼晒，連忙換人備馬，要直入包房求見。點知包房管事太監出嚟擋駕，面有難色：萬歲爺，出咗京城啦！出咗京城4個字，輕飄飄，但重到可以將整個文官集團壓垮。時間推返去半個月前，包房深夜，
朱厚照將件三文甲攤喺胡床上，一塊一塊鐵片檢查，手指抹過接駁處嘅皮繩，確認冇發霉、冇斷裂。旁邊堆住個包袱，裏面冇龍袍、冇玉璽，得幾件粗布裏衣、一副弓箭、一把短刀同幾兩碎銀。江斌跪喺地下，壓低把聲：萬歲爺，居庸關守將張欽係楊國老一手提拔，死忠文官，恐怕唔肯開門。朱厚照將最後一塊甲葉拍實，抬起眼，裏面冇猶疑，只有豹房、老虎、夜晚嗰種幽光。佢唔開，朕就開嘅爐。8月某日，天色未明，紫禁城玄武門邊，幾匹快馬靜靜候住。朱厚照冇坐銳轡，冇打儀仗，着住尋常冇人嘅窄綢戰衣，頭戴遮陽笠，翻身上馬。佢對住漆黑中嘅豹房方向望咗最後一眼，然後一甲馬腹，馬蹄裹着厚布，踏在石板路上，只係悶悶嘅得得聲，好似幾聲嘆息，就消散喺晨霧之中。一行10餘人，沿住西山腳下小路疾馳，過沙河、昌平，直撲居庸關。第一趟果然撞板，張欽身披甲丑，親上城樓，望住城下嗰個自稱要出關巡邊嘅人，死活不信。佢大聲喊：無兵部陷合，無聖旨明法，任何人不得出居庸關，此乃祖宗成法。朱厚照喺馬背上仰高頭，望住城樓上嗰個黑影，拳頭揸到指甲，撐入掌心。佢可以亮身份，但一亮就等於返去繼續做皇帝木偶。佢忍咗，撥轉馬頭，返去昌平暫住。但張欽唔知，佢得罪嘅係天下最不能得罪，又最唔按牌理出牌嘅人。等咗3日，探馬來報，張欽奉命巡邊，暫時離開居庸關，去咗岔道城。朱厚照聽到消息，嗰晚就動身，今次唔走居庸關正門，走德勝口。德勝口守將唔係張欽的係，而且江斌早派人遞咗密語。夜半子時，月黑風高，朱厚照一行人銜梅疾走，馬唔打火把，只靠前面一個向導，憑住星光認路。到咗德勝口，吊橋悄然放下，鐵門開咗，僅容一騎通過嘅縫隙。朱厚照低頭伏於馬背，閃過門洞嗰陣，聽到門軸生鏽嘅吱呀聲，覺得把聲美妙過奉天殿嘅金鐘。一出關外，塞外嘅風撲面而至，乾燥凜冽，夾着沙礫，刮到面皮發痛。佢猛然勒馬，回頭望住長城上蜿蜒嘅火光，忽然大笑，笑得前面帶路嘅邊軍士卒以為撞邪。佢笑係因為佢終於甩脫咗嗰度由青磚同禮法砌成嘅萬里長城。宣府城到咗，冇黃羅山蓋，冇正街清道，佢哋由西門入，好似一隊普通嘅雙幫護衛。宣府總兵同巡撫接到密報，慌到六神無主，撲出城來要跪迎。朱厚照一把扶住，聲音壓得只有附近幾人聽到：我唔係皇帝，我係朱壽，你哋跪錯人。佢哋面面相覷，但見到佢眼神裏面嘅警告，硬生生將萬歲2個字吞返落肚。朱厚照唔住總兵府，佢喺宣府城內揀咗間廢置嘅官衙，門庭破敗，但有高牆同院落。佢親自提筆寫咗塊匾鎮國府，字寫得極大，墨汁淋漓，掛上去嗰陣，筆畫上嘅漆未乾，順着木紋理滴落，好似幾條黑淚。邊軍將領入嚟參拜，見佢坐喺一張行軍凳上，身上着住半舊嘅三文甲，腳邊放住個酒胎，佢揮手免禮。今日起，我呢度係軍營，唔係衙門，有酒食嘅搬出嚟。頭幾日，宣府嘅邊軍仲放唔開。有日黃昏，伙房煮大鍋羊肉，朱厚照捧住個粗瓷碗，同幾個五常蹲住門檻食。有個姓周嘅老兵，下午20年，滿臉刀疤，食到興起，摸出2枚銅錢，要同隔離島明日誰人巡邊。先遇到韃靼遊劇，朱厚照眼都不眨，由懷裏掏出一塊碎銀，拍喺地下。我賭5兩，明日辰時北哨。周圍突然靜咗，老兵望住塊銀，又望住佢，唔敢收。朱厚照踩咗佢一腳，笑罵：收咗輸咗，你請酒；贏咗我請大家飲。嗰一腳菜散咗所有隔閡。第2日佢輸咗，
當真由鎮國府搬出3壇燒刀子，同10幾個邊軍飲到天旋地轉。有個伯戶醉咗，搭住佢膊頭話：朱壽，你個化骨龍酒量唔錯，戰法如何？佢聽住朱壽2個字由人嘴邊講出嚟，自然到好似春水流動，心口竟然一酸。10幾年來第一次有人用一個人名喚佢，而唔係用萬歲爺或者陛下。佢開始巡邊，着住同邊軍一樣嘅氈靴，踩住塞外早春解凍嘅泥濘。長城墩台上，佢同士卒一齊睇烽火。馬騎堡裏面，佢查驗糧倉，用手插入谷堆，確認冇發霉。有日遇到小隊蒙古，尤其近邊場打草谷，朱厚照搶過旁邊一個斥候嘅弓，搭箭就射。嗰箭去勢勁急，但偏咗，釘入搭子馬前嘅沙地，驚得對方撥馬便走。邊軍歡呼，唔係為佢射中，係為佢敢射。返到鎮國府，佢對住銅鏡卸下粒帽，見到自己面皮曬到黝黑，兩頰瘦削，塊面被風沙割出幾道細痕。鏡中人唔似皇帝，似個30邊歲嘅邊軍老卒。佢對住鏡喃喃自語：朱壽，你今日似人啦。正德12年9月，宣府嘅樹葉開始變黃。鎮國府後院，朱厚照將那把宣府鐵匠打嘅刀橫放膝上，用塊粗麻布細細擦拭。刀刃影住塞外蒼白嘅天光，冷力到割眼。江濱牽臉入嚟，身上帶住一股關外特有嘅寒氣。朱壽，小王子部有異動，探馬部韃靼騎兵過萬，集喺玉林一線。朱厚照擦刀嘅手停咗，佢緩緩抬起頭，對眼裏面冇驚，反而燃起咗一束火。同乾清宮大火嗰陣唔同，呢束火係活嘅，係獵人見到獵物終於入粗嗰種興奮。佢站起身，將刀配在腰間，刀鞘撞擊甲裙，發出清脆嘅金屬聲。佢行出門口，宣府嘅狂風捲起沙塵，撲入鎮國府嘅天井。佢深吸一口氣，肺裏面充滿塞外乾燥而自由嘅空氣。佢知應州嘅雪就快落，而朱壽呢個名唔可以再係一紙荒唐嘅奏摺。佢要喺戰場上用把刀，用啲血，用一條命或者幾條命，將呢個名刻入大明嘅邊牆。應州嘅雪落完又化，化完又凍，戰馬嘅蹄印同血跡早就被新雪蓋住，變咗一片白茫茫嘅乾淨。但係京城文淵閣裏面，火盆燒到噼啪響。楊廷和披着件紫貂大氅，坐喺堆滿奏摺同戰報嘅書案後面，塊面同窗外嘅夜色一樣沉。佢手上黏住支綵筆，筆尖蘸住嘅唔係普通墨汁，係史官用來刪改定論嘅權力。案頭攤開嗰份係宣府總兵會同八鎮將領聯函上報嘅應州大捷書，上面詳細列明韃靼小王子退兵，明軍追擊數十里，斬首虜獲過百級，奪馬馱，欺械無算。楊廷和將份書由頭到尾睇咗3遍，每睇一行，眉頭就滯深一分。睇到第3遍嗰陣，佢忽然將份書砸喺地下，砸到火盆旁邊嘅青磚發出啪一聲脆響。旁邊2個協修武宗實錄嘅翰林院編修，嚇得連大氣都唔敢透。楊廷和彎腰執反焚書，用砥筆喺斬首過百呢4個字上面一筆勾銷，跟住佢提起筆，另起一行，寫咗幾個字，寫得好慢，慢到筆畫之間充滿咗深思熟慮嘅殘忍。佢寫斬首16級，寫完之後佢抬起頭對住個年輕史官，把聲冷到好似刀背貼住頸。天子親征，若然大獲全勝，日後邊鎮武將個個要御駕親征才肯出戰，兵部還要來何用？內閣還要來何用？寫佢頗役臨陣，已經係俾足面子，就咁定稿。個年輕史官手都震，握筆嘅指節發白，但佢唔敢駁嘴，因為佢知道楊廷和手上嗰支菜筆重過邊關任何一把刀。你就係咁樣，應州城下嗰片屍山血海，喺武宗實錄裏面被濃縮成咗一句輕描淡寫嘅蒙古入寇，帝幸陽和，親督諸軍御之，老隱退。你唔會見到朱厚照穩在邊軍裏頭斬落個敵兵時，塊面甲裏面嘅血點由暖變凍，
你唔會見到外四家軍追擊嗰幾十里，馬蹄踏破冰河濺起嘅泥水，你更加唔會見到個自稱朱秀嘅人打完仗之後同士卒蹲住食凍毛嗰種眼神。史書將呢一切好似用張濕抹布咁一抹就乾淨晒，而呢種抹除根本唔係無心之失，係一場精心設計嘅謀殺，對真相嘅謀殺。你如果有機會翻開楊廷和主持編纂嗰197卷武宗實錄，你會發覺一個詭異嘅規律，但凡講到豹房，用詞一定係處行神，日失群小，馳騎二獵，屢寵一城。佢哋將一片有寺廟、有軍營、有秀蘭、有教場嘅龐大建築群縮寫成一間超大號記寨。點解？因為楊廷和唔能夠承認皇帝喺度練兵，一旦承認咗，就等於承認大明皇帝試圖重建一支繞過文官體系嘅私人武力。呢個對於整個士大夫集團來講，係比蒙古騎兵入侵更加恐怖嘅事。明朝到咗正德年間，文官集團已經由一群為皇帝打工嘅讀書人進化成一個嚴密嘅利益共同體。科舉係佢哋嘅 birthright， 經史係佢哋嘅護身符，而皇帝必須係深宮之中一個唔識拿刀、唔識騎馬、只識蓋章嘅道德木偶。呢個系統運轉咗幾十年，大家都好舒服。楊廷和做內閣大學士，兵部尚書聽佢嘅，吏部尚書聽佢嘅。邊鎮總兵調動要經過兵部，兵部要議票，議票要經內閣，一條龍環環相扣。權力嘅油水喺每一個環節都可以刮一層，但係朱厚照搞出嚟個朱秀，竟然自封總兵官，竟然直接指揮邊軍，竟然由豹房發號施令。呢條路一旦行得通，皇帝就唔再需要內閣，不再需要兵部，甚至不再需要科舉。佢可以直接同武將對話，用軍功建立自己嘅班底。到嗰時，楊廷和呢班人就變咗多餘嘅擺設。所以朱厚照必須死，唔係肉體上嘅死，係歷史上嘅死。佢必須被改寫成一個笑話。你睇下楊廷和點樣處理朱秀呢個名。武宗實錄裏面記載，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秀，呢句自稱二字用得陰毒到出汁。佢將皇帝親手建立嘅軍事身份降格成一個頑童嘅過家家。但係當時宣府嘅軍部、兵部收到嘅行文，甚至戶部撥糧嘅記錄，全部用嘅都係正式官銜，蓋住總兵官人。如果朱厚照真係玩，點解戶部要真係撥糧？點解宣府要真係出兵？但係史書就係咁寫，後人讀史見到自稱二字，自然就覺得係鬧劇。一句話就將數萬大軍嘅調動，一場血戰嘅結果，同一個人10幾年嘅夢想全盤否定。更加離譜嘅係對豹房外四家軍嘅處理。江彬、許泰呢班邊將係朱厚照由死人堆裏面揀翻嚟嘅猛人，佢哋統領嘅外四家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曾幾何時係大明北方邊境最犀利嘅機動力量。但係喺武宗實錄裏面，佢哋變成咗群小、行神、邊卒無賴。你試下諗，如果呢支軍隊真係咁不堪，點解應州之戰可以逼退小王子數萬騎兵？但係文官系統唔理呢個邏輯，佢哋要將所有同朱厚照軍事冒險有關嘅人一律污名化。因為若然承認呢班人有功，就等於承認皇帝識練兵，承認皇帝識練兵就係動搖文官掌兵嘅合法性。我講個細節，你感受下。正德15年，朱厚照南巡回京途中落水染病，楊廷和喺佢駕崩之後第一件事係乜？唔係發喪，係急召翰林院，連夜封存所有豹房檔案，跟住外四家軍被解散，將領或殺或貶。豹房嘅秀蘭被拆，勇士營嘅兵策被焚。呢場燒毀徹底到好似朱厚照從來冇建立過任何軍事力量。然後佢哋再將朱厚照嘅遺體由豹房移去乾清宮，強迫佢做返一個正常皇帝嘅樣子死去，連死都要死得符合文官嘅劇本。你可能會問，楊廷和同佢有私怨咩？其實都唔係。楊廷和本人唔係奸臣，甚至算得上一代名相。但係佢代表嘅係整個系統嘅自保本能。
就好像你身體裏面嘅白血球，見到異類就群起而攻之，唔係因為對嗰個細胞有仇，而係因為佢破壞咗平衡。朱厚照就係呢個異類，佢想做將軍，想做獵人，想揸刀，想騎馬，佢想將大明拉返去洪武永樂年代嘅尚武風氣，但係明朝中期的文官系統已經再容唔落一個朱元璋或者朱棣。呢個系統要嘅係嘉靖一個20年不上朝，躲在深宮修道，但肯將政務完全交託內閣嘅皇帝。所以呢個系統必須將朱厚照寫成淫君，寫成一個瘋子，寫成大明歷史上最大嘅笑話。最諷刺嘅係，連應州之戰蒙古小王子嘅傷亡，史書都要縮水。武宗實錄記載，韃靼兵死者僅16人，你聽到都想笑。幾萬騎兵對衝一日一夜，雙方死咗10幾個人，咁係打仗定係踢毽子？但當時邊軍私下嘅家書，甚至蒙古方面嘅史料，都證實咗應州係一場慘烈嘅大戰。只不過文官系統需要呢場仗唔重要，因為重要嘅仗只能由文官指揮。例如王陽明平陵王之亂就大力宣傳皇帝親征，最好冇發生過。夜色越深，文淵閣嘅燭火就越暗。楊廷和將最後一頁實錄稿紙放落，上面寫住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節昭德，顯功宏文，施孝毅皇帝。呢堆華麗嘅諂號，每一個字都像一塊磚，將朱厚照牢牢砌入一個正常嘅皇帝模板之中。佢哋刪走咗朱壽，刪走咗將軍，刪走咗炮房裏面嘅刀光同收口，刪走咗應州雪地上一個年輕人揸住刀嘅狂喜，剩低嘅只有乾清宮裏面一個虛無縹緲嘅龍影，同一個被後人笑了500年嘅淫君標籤。但歷史係咁容易刪改咩？楊廷和漏咗一件事，佢可以燒掉檔案，但燒唔掉宣府邊軍老兵嘅記憶。佢可以修改數字，但改唔到爆房舊址嗰啲深坑同鐵山。最緊要嘅係，佢刪唔走一個事實，曾經有個皇帝真係揸住把刀，真係斬過一個敵人，真係想做自己，而唔係做佢哋筆下嘅聖人。只不過呢個事實要再等幾百年，先有人敢大聲講出嚟。清江浦嗰浸水凍到入肺。正德15年9月，朱厚照由條破漁舟跌落水嗰陣，身邊冇一個侍衛來得及拉住佢件衫角。佢當日堅持要着漁家短客，話要體驗江上捕魚嘅滋味，連龍袍都唔肯戴。江水流急，捲住佢向下游衝，佢亂咁掙扎，手指揸到嘅唔係金鑾殿嘅盤龍柱，係把滑潺潺嘅爛水草。深秋嘅淮水，寒氣齊齊入骨，佢搶咗起碼7-8口濁水，肺裏面塞滿泥沙，等侍衛7手8腳將佢撈上嚟。佢蜷曲喺破船板度，成身濕透，嘴唇凍到發紫，咳到彎腰，每咳一下都有黃黑色嘅水混住血絲由口鼻噴出。隨駕太醫撲過嚟把脈，手指一搭，面色即刻變埋，脈象浮大中空，肺脈虛浮到似斷非斷，寒氣直透心隔。佢醒返嗰陣，眼前白茫茫一片，以為自己喺應州雪地，定睛先至見到係驛站帳頂，楊廷和派來嘅隨駕文官跪滿一地，請萬歲爺即刻返京入大內調養。朱厚照側過頭，喉嚨裏面似有把刀喺刮，把聲沙啞到破碎。唔返，紫禁城朕嘅包房喺邊？文官們哭喪住面，話包房係偏殿，非天子養病之所。佢忽然撐起半身，又跌反落枕，喘住大氣，對住最近嗰個禮部主事，眼神竟然仲有火。朕係朱壽，邊軍死都死喺軍營。呢句話耗盡佢成身力氣，但硬到冇得商量。返京路上2000幾里，佢拒絕坐禮部安排嘅暖轎，光彬彬嚟輛行軍馬車，鋪住後氈，佢就咁躺喺上面，隨住車輪顛簸。每過一役，太醫煎好嘅藥苦苦黑黑，佢有時飲半盅，有時趁人不備就潑出窗外。佢話呢啲藥苦到似楊廷和塊面，佢寧願飲江彬偷偷遞過嚟嘅燒刀子、辣酒燒喉，
引起更加劇烈嘅咳嗽，咳到成身震，痰裡面有血絲，但佢覺得痛快，起碼證明佢仲未死透。路過德州嗰晚，佢俾咳醒，要江濱扶佢坐起，對住窗外一望無際嘅北方黑異，忽然要拿把應州帶返嚟嘅刀，把刀早就崩咗口，鏽跡斑斑。佢握實刀柄，指腹磨住前柄嘅舊布條，嗰度曾經染住蒙古兵嘅血，又有佢自己嘅手汗，握實咗佢，對住漆黑嘅夜空喃喃自語：應州雪好白。跟住又紛紛睡去，把刀壓喺心口，如同壓住自己條命。正德16年正月，北京城大雪紛飛，爆房地下火道燒到最旺，但朱厚照裹住張虎皮，仍然覺得凍到牙關打震。佢瘦到脫形，件舊三文甲披喺身上，甲裙空蕩蕩咁晃，碰撞發出細微嘅金屬聲。太醫隔住帳幔把脈，退出嚟對江濱搖頭，把聲細到似蚊叫，肺已毀，心脈張絕，恐怕唔過春心。江濱聽完喺回廊積雪度跌咗一跤，冇起身，就咁坐喺度，望住爆房嗰幾間秀蘭發呆。2月尾，朱厚照再起唔到身，佢躺喺胡床，對住天井上邊一方灰白天空，聽到虎房傳來嘅嘶吼，佢手指微屈，做咗個揸刀冚劈嘅動作。張永跪喺床邊，見到呢幕，眼淚湧出。朱厚照眼珠轉動，望住佢，氣若游絲。阿永朕斬過敵，唔虧。講到斬字，喉間痰湧，塞住氣道，面色漲紅。太醫急忙拍背順氣，佢又陷入昏迷。3月初10前後，佢忽然回光返照，要人扶佢坐起，對住銅鏡，鏡裏面嗰個人面皮蠟黃如紙，眼窩深陷，顴骨高聳，鬍鬚雜亂，兩頰瘦到凹成兩個坑。佢望咗好耐，忽然對鏡講：朱壽，你靚仔過朕。講完，將你把舊刀抱入懷，再唔肯放手。3月14日黃昏，太液池冰裂，有細雨躍出水面，爆房炭火漸弱。朱厚照呼吸由急變緩，最後一刻，佢對眼望住梁木，手指由刀柄鬆開，垂落床緣。31歲，大明正德皇帝喺充滿野獸、餿味同酒氣嘅偏殿走咗，身上冇龍袍，冇玉璽，得件舊甲同把崩口刀。楊廷和接到消息，第一件事係下令將遺體移返乾清宮，換上帝王袞冕，按禮制發喪。佢哋連佢死都唔肯俾佢死，成自己想要嘅模樣。爆房炭火熄咗，最後一縷煙散入西院黃昏。虎房嗰隻金錢豹停咗行步，對住空廊低口一聲。英台上海冬青拍翼，落下一根羽毛，飄到太液池面，打個轉，沉落去。你話佢癲，佢確實癲，但係最癲嘅係佢真係信自己係將軍，真係信皇帝可以揸刀上馬，真係信大明可以變反永樂年間嗰種尚武風氣。佢錯在生錯朝代。如果佢係李世民個仔，太宗可能會拍住佢膊頭讚好；如果佢係朱棣個孫，永樂可能會帶佢橫掃漠北。但係佢生係宏治朝，面對一班將皇帝視為蓋章機器嘅士大夫，呢個朝代唔需要將軍皇帝，只需要乖乖坐喺乾清宮嘅聖人。歷史由得楊廷和去寫佢荒淫怪誕。但我成日諗，如果應州嗰日佢真係死咗喺朱壽個名下面，死喺雪地戰場，把刀陪住佢，會唔會比31歲喺爆房病死更加似佢想要嘅結局？至少唔使再翻去嗰個燒過又起好嘅黃金牢籠。炭火熄咗，人去樓空，爆房後來拆咗，但我想每逢落雪嘅夜晚，西院嗰片瓦底或者仲聽得到一絲鐵甲碰撞嘅聲音，同一把沙啞嘅笑。